又有 iPod Nano 爆炸，燒窿台。本港2個月內再有 iPod Nano 爆炸，投訴人陳先生上個月17號邊上網邊用 USB 線幫佢部第一代 iPod Nano 充電，突然間爆炸着火。首先係掹部 iPhone 出嚟先嘅，咁嗰時都部嘢都好熱㗎啦，咁但係台面嗰度咧已經就焫燶咗啦，已經見到佢有啲火花同埋煙咁啊喺個底嗰度，你見到佢爆開咗個位置，係咁噴出嚟。部 Nano 嘅面板燒到溶溶爛爛，佢打去蘋果投訴，蘋果同意換過部新嘅 iPod 俾佢，但係陳生話見過鬼怕黑，唔敢要。喂，今次我喺度好彩，即係插電一件事，好多時你可能擺咗喺度，跟住出咗街，差人先翻嚟先用，翻到嚟燒咗架都好大佬。佢又不滿蘋果冇主動公開事件，海關又唔執法，已經向消委會投訴，海關就話會了解事件。蘋果第一代 Nano 多次被指電池過熱爆炸，香港07年至今最少有4宗。日本經濟產業省早前話，當地亦都發生超過60宗同類事故。到上個月，蘋果喺當地已經為9000幾部 Nano 換電池。